今天是115年1月18号的下午，墨雪在睡午觉的时候，在梦中听到了佛的呼唤声。佛一直清唱着南无阿弥陀佛6字名号，是清唱的哦，没有任何的配乐。然后佛示意要墨雪唱给大家听。那墨雪呢，一直到醒的时候呢，这个唱调呢一直在墨雪的耳边仍然响着。好，那墨雪现在就唱给大家听，佛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学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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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